我都跟你说了嘛，我没钱，我没钱，我就这身衣服啊，还有这幅画。这衣服不能要，这画，我这人呐，酷爱艺术，艺术，艺术，您哥爱，哥爱。哎，好吧，这个可是文征明的画，可惜我那兄弟生不逢时啊。不过好在有你这么一个懂艺术的人，告辞了啊。走好。哎呀，老豆头啊，你本事可真大，睡一觉，铺点澡，就得一幅画。拿来吧，王老板，10两，10两。县长，我反正是债多了不愁，虱子多了不咬。哎呦，王老板呐，我得吃饭呐。哎呀，瞧你，欠不了你几天。你没瞧见我的铺面都租出去了吗？今后啊，进钱的地方多了。啊，县长，县长，县长。哎呀，文贤弟啊，文贤弟呀，我现在没法活了。都说老鸨子爱唱，小牛爱俏，说我出去山也是要模样有模样，要文采有文采，俏书什么什么。可是现在李花魁她偏偏就不爱俏，爱唱了，这是多么悲催的事情，多么庸俗啊！一段风花雪月的情事，就被同州卫熏得一文不值啊！我要殉情！我要用我的生命擦亮李花魁的双眼！哎，老祝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下来！你们男女之间的事儿我又不懂，我怎么帮你啊？你不用帮我，我已经无可救药了。下来！你要帮忙也行啊，你就再给我几幅画啊。你缺的是银子，又不是画儿，我的画也挽回不了你和李花魁的爱情呀。不是，怎么知道的啊？你的意思是诗通心，画通灵，你想用我的才子佳人图来打动李花魁的心，是吧？对，用画来打动心，没准一打一个准。这还差不多。嘿，你呀，就给我10幅8幅的画。这门口那个画布的王掌柜说了，你这一幅画值10两银子，我就拿你的画去换银子，去打动李花魁，那你就是我的大媒人。放心，放心，这不是。出去！怎么了，贤弟？啊，还没人呢。我从认识你开始，我就倒了8辈子霉了。啊，我的画在你眼里只值10两，对吧？啊，这是斯文扫地。不是，你看，出去！王掌柜，还王掌柜呢？你出去！我是请不动你。好，有人请得动你，你站着别动啊，站着别动。夫人。别！我走还不行吗？这要不来画，我怎么去见李花魁啊？哟，真亲贤弟！哟，这不是祝兄吗？哦，这里面应该是吃食吧？您瞧，这猜了不是白猜吗？食盒里边当然装着吃食了。给谁送去啊？外邦侠士啊。哦，外邦侠士，吃的东西都是生的呀。让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。哟，馅饼啊！放下。这我们武林人士送礼讲究的是单数，你说你要是吃了一个，那就不是请教了，那就是寻仇了。这吃一个又怎么了？这外邦人士又不知道，他们不懂，我不能不守啊。香不香？香，闻闻得了啊。不是，这香不香？闻闻得了。
什么玩意儿啊？花儿没弄着，馅饼没吃着，苍天哪！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朱某啊？你想啊，如果华莱士真的是王子，而且我要是嫁去那边的话，怎么样也算是和亲，那皇上就该给我一个公主的封号。哎，我记得好像以前和亲都是这样的，必须得有个封号。哎，你说要是封了公主，那我叫什么名字比较好啊？哎呀，秋香，你这一路说的，封什么我不知道，不过你天马行空的，快把我给逼疯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是娘娘命。你是娘娘命，我是丫鬟命。包子，快拿好啊！小孩儿，哎。秋香姐、石榴姐，这是要去送吃的呀？是啊，秋香说那城里洋人苦，所以就发善心，我们就带了点吃的。这里边都有些什么东西啊？有猪蹄子，还有陈年花雕。哦，这大户人家就是见过大世面，还想着睦邻友邦。哎，我作为读书人也不甘示弱，要不然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咱们一块儿乐啊！来，我自己来就行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几位大侠远道而来，我徐某呢就代表中原武林给大家接风一下，也顺便对我上次的鲁莽表示歉意啊。我回去查了一下书，说在元朝的时候啊，有个叫马可波罗的人，他讲的不错。哎，他来过中原，说你们欧罗巴人啊特别喜欢吃一种叫做披萨的馅饼。披萨，我就怕你们思乡心切，我今天给你们准备了中原的披萨，这有素馅的，还有肉馅的，加葱了，随便吃啊。我带的是单数，不够吃呢，大家可以切开，这样显得多。要切开呀，得有刀，对吧？有刀，对吧？所以得拿这个切一下，对吧？感谢你给我们吃的，可是我们先不能吃饭，在吃饭之前，我们需要祷告。来，祷啊！西洋心法是吧？祷告，来，快！谢谢你，上帝，谢谢你赐给我们食物，感谢你，阿门。关门。心法练完了啊？我刚才是不是带了吃的来的？你说呢？你说呢？这个味道应该是肉馅的，是我带的。不是你们是不是刚才就在我不知不觉当中，你们默默的就使用了乾坤大挪移的心法？上帝！上帝！你说玉帝是吧？上帝！这乾坤大挪移啊，在我们中原都已经失传了，是不是？马可波罗给你们带到西洋去了？是的。马可波罗。不，你说你们仨刚才动用了那么大的功力，瞬间就给移动没了，大气都不喘，是不是？高人，来，三位大侠，晚辈徐敦清，你们收我为徒吧。师傅，这七夕鹊桥相会来的有点早吧？对了，这女的和徐公子怎么回事啊？徐真清，你干嘛抱女人腿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这是给西洋的朋友展示一下我们中原的武功绝学形意拳。我刚才那饿虎扑食，你问他怕不怕？怕。你说你不用调皮，怕你还笑？你别看他乐，其实他内心是怕的。你不是送馅儿饼来的吗？饼。玉帝吃了。他们在那儿练武功心法，然后就提到了玉帝，玉帝来了就给吃了，吃完了他们就说关门，玉帝走了。上帝。上帝。没关系，
我给你们带了什么鸡呀、鸭呀，还有3瓶花雕。来，上菜。哎呀，不是你带的，是我和秋香带的。什么你的我的呀，多生分啊！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客气什么啊？谢谢。华公子都没有好好介绍一下。我呢叫秋香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叫石榴。上次不知道送的东西是否可口，这次我们又送了些别的东西。哦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哦，你妹妹没事了吧？我昨天吃坏东西了，今天很好，披萨很可口。哎，不是刚才玉帝吃了吗？是的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为了感谢你的好意，我想请你喝一杯我们家乡的咖啡，好吗？咖啡？对，很好喝的。咖啡？咖啡？咖啡？可能是外国茶，我们尝尝吧。咖啡，就靠在一起，比翼双飞。哦，咖啡来了。咖啡？哇，这就是啊！我先尝尝啊。请喝吧。这是什么东西这么苦啊？不懂了吧？朱兄，良药苦口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啊，有可能就能增强内力。还增强内力？你来，你不喝，你别喝，你都给我，我喝啊。秋香好苦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苦是苦了点，不过俗话说得好，这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啊。没准我进宫当娘娘了，这天天喝着呢。这就习惯了，对吧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再给我来一点。美丽的姑娘，你是我在中国见过的喜欢喝咖啡的人。今天我真的太高兴了！来，我们一起跳舞，见证我们的友喝完能增长内力，这你知道吗？太苦了。嫌苦你放点糖。是这样。就是这样。这大白天，这怎么还有呢？他们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。还有秋香，完了！别拦住我！干什么呀你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松开！这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小时候私塾先生没教过你吗？你这不是胡闹吗？这位先生，请不要乱动手。你也别动手，你别碰我啊！我们在跳舞呢。跳舞有这么跳的吗？我们在跳舞呢。你得自重啊，秋香姐，这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不知道吗？公子误会了，我们只是在跳舞庆祝而已，对吧，朱公子？秋香小姐，不要被这位老男人破坏了我们的心情。我们到后院去吧，我那边有很多漂亮的衣服，还有项链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走吧。别走，你给我说清楚，凭什么说我是老男人啊？我长得老吗？我啊？你说确实有一点。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？文贤弟，你不是想要研习洋画吗？我特地来此，想要买一幅洋画送给你。兄弟啊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何必这么客气呢？画呢？哪儿呢？这个来，这边我先去了啊！贤弟，过来。他们去干什么？随他们去吧。徐贤弟啊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呢？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得到他这几样暗器。这个，喜欢的徐先生，我只是知道你要这个包。大侠就是大侠，你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呢，我已经学了你们西洋的内功心法了。你说说，我这再想得到你们这浑元带的话，我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啊？这样吧，我这儿有一袋银子，你拿着，好吧？你就把这个浑元带让给我吧，行不行？真不好意思，中国的银两这钱太多，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包。哎，这在我们中原武林，这叫浑元带，你知道吧？
不管是哪家的暗器，此带一出，谁与争锋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给我吧，行不行？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嫌少是不是？那这样，我回家拿我们家房契去，我连房子都给你，怎么样？这位杨兄弟啊，这银子也挺多的了，那你就割爱一次吧，啊，感激不尽呐。那成交。哎呦，哇塞，太大方了！我告诉你，这太大方了。嘿，以后我们吃饭怎么办？这绝对就是我们江湖上最厉害的暗器——血梅花。我跟你们说，出手必伤人，真的。总算让我得着了。王爷，拿些凉水来。太热了。哎，凉水要等这么久啊！哎呀，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做这种事情，虽然也不容易啊，但是你还是快点吧，要不王爷热了要生气要发火的。哎，王爷，哎，马上就好了。哎，那小的先下去了啊。枪，火药。水呢？造型刁钻，就是要造反，我一定要报应皇上。你干嘛呢？我呀，是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啊？没事吧？挺好。看我穿成这个模样，想干嘛？我是路过，来看看你。只要你身体不错，那就好啊！啊，那我就回见了啊！想走没那么容易。你过来呀你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哎呀，快来人救火呀！哇，石榴，你看这个，真好看。这件衣服不错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件，你看我穿的好看吗？两位杨大侠，今天感谢赠送小弟浑元带，我呢就代表他们敬二位一杯。来。哦，不，张明国真的太好了，我们现在不要回国了，我们要留在这里。这里风景好，人好，姑娘好，三秋你说对不对？哦，对。文先生啊，我想送你一个我心爱的东西。你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一个八音盒，你听。哎，有了。哦，哎，这个可是汉代的古物啊！今天我遇到知音了，我就忍痛割爱，把这个送给你。来，给我吗？对啊，好漂亮，谢谢。哎，别客气啊，给我看一下，这是我的，太小气了。哎，来，咱们这喝一杯。为了我们的友谊，干杯！哎，还下来了。嗨，哇哦 ，Very beautiful， 哎呦喂，公子。这不我们家石榴吗？真是太漂亮了！哇，我的美梦成真了！喂，秋香姐身上这件衣服实在是太好看了，如果李花魁穿上的话，一定会成为天下第一花魁的。杨兄弟，这个洋装多少钱？我买了。哎，不行，这件衣服已经在秋香姐身上了，所以应该是秋香姐的。我买。
我买了。哎呀，唐贤弟，有点先来后到行不行啊？不行，我哎呀，你买不起。虽然这衣服穿在秋香姐身上，但是是我先要的，好吧？是你要的没错，但是你有钱吗？我是没有钱，但是总得有个先来后到，好不好？是我先说的。哎，祝兄，对不起，别的事情，我可以让你，但是这件衣服我们要定了。哎，不是，贤弟，你算小一个是我的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要16姐这件一样漂亮，是不是？不行啊，谁会把自己家桌布穿在身上啊？贤弟，你就让给我吧。但是能把桌布穿得那么美，还是很少见的啊。可贤弟，要了吧，要了吧。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他们为什么突然这样子？不行，他们是为了爱情，或者是为了理想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我想他们是喜欢我们带来的东西啊！我的上帝，这让我看到了商机。你看那里，这是个好消息。来人呐！快把他给我抓起来！哎呀，快来救火呀！怎么回事啊？快来呀！哎呀，快救火呀！再不救火，我的心血就付之一炬了。让他们快点救火啊！再不救火，我的心血也付之一炬了。你这个老头子跟鹦鹉一样，我说什么你说什么。就是啊，那里面有你的心血吗？你真是……我夜以继日乔装打扮，就是为了寻找你造枪造炮的证据。这下好了，烧了，没证据了，我拿什么去告皇上？你要告我呀？哎，这里烧完了。哎，你还别高兴，你的所作所为，我都记在这本子上，照样可以告诉皇上。你这个破本子，有我的证据，我才不信呢！你不信？来，我给你看看。来，放开我。啊！来，你看看，你哪年哪月哪一天干的什么事儿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你看这里啊，你会见狼拿洞，调戏洋女人，我的一五一十给你记着。来拿呀！证据！我的证据啊！你的证据在里边，你去拿吧，拿吧！坏东西啊！别浇水了，烧油啊！别加水啊，加油！给我加点油！我喝得太高兴了，这个世界真不公平。唐公子要送你洋装，你不要，那我要啊，他又不给。哎呀，可惜啊，不是他送的。哎，莫非你想让华莱士送啊？你以为他真是王子啊？本来就是王子啊！如果他是王子，那我就是王母娘娘啦。说的也对啊。哎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弄清楚他到底是不是王子。16，走。华莱士，你在看什么书啊？我发现中国比马可波罗书里描写的还要美，山美、水美、人更美。他们说什么东西啊？还有无穷无尽的商机。Cheers！ 简直比王子更快乐。王子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就是王子。对，哎，就是。花宝宝，没办法，我终于得手了，都是这个祝枝山死缠烂打，秋香才给他成为全天下最美丽的花魁。瞧你那点出息，为了个青楼女子，刚才还赌咒发誓，现在就放浪形骸，真是斯文扫地。你就不能像我这样追求点高雅的东西吗？哎，徐贤弟啊，徐贤弟。谁？不是我呀！几位仁兄，快走，这儿有刺客。都疯了呀！哎，伯虎，怎么了，伯虎？哭什么呀？哎呀，后花园和厨房都找不到老爷。就是啊，怎么办？管家，怎么了？怎么慌慌张张的？您怎么才回来呀？老爷他不见了，前院和走廊都找不着老爷。哎呀，老爷不见了，老爷去哪儿了？
老爷一早出去，到现在都没回来呀。你别着急，大家也都别慌，我们分头去找就是了。再去吧。快快去！是。宁王，我要告你！我就是要告你！我告你！告你！告你！你干什么呀你？告！哎呦！到了这步田地，你还这么嘴硬，你要告我？很好，那你就去告吧。来，师爷，这样行，华太师妒忌皇上赐给我的王府，他乔装放火，意图不轨，现在人赃俱获。明天本王亲自押送京城。王爷呀，依我看，你告华太师的折子不能递呀。这是为什么？明里是华太师纵火，可是究其原因，还是他发现了你造军火。要是皇上派人查华太师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牵扯出你欲举的大事儿，那咱们可是羊肉没吃到，反惹一身臊啊！但是他烧了我的房子。哎呀，我不告他，还有天理吗？这事了不了，这人不是在咱们手上吗？依我看，咱先把他关着，逼他认账赔银子。哎呀，既然这样，也只能这么办了。可是我的房子，我得让他赔我多少两银子啊？那将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数目啊！喂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烧了！老爷，不是老爷！二位姑娘，本王府遭难了，房子给烧了。那人没事吧？没事，没烧着人。但就算是烧了府上书房，损失也巨大呀。都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，二位姑娘，献爱心啊！啊！全福啊，全福！哎，来了！楠木军相，100两不少，200两不多。来，献爱心是吧？我们下次来献啊！哎，别，师爷，您说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话说的真好。我们家老爷啊，向来跟宁王关系特别好。我们家老爷不见了，不知道他在不在这个府里面啊？你说华老爷不见了？是啊。哎呦，那得好好找找啊！你看一个老头孤独久了，也许有别的心思呢，可得看好啊！你看咱们遭了难，没人手，要是人手够啊，一定帮你好好找找，是吧？那行，我还忙，你们先回吧，啊！那个，我们不献爱心啦。哎呦，你们留着吧。要是华太师知道这事儿啊，少不了啊，献个大大的爱心呐。你就不怕我一箭穿心呐？哎呦，姑娘真会开玩笑。走，我们家老爷在不在里面啊？肯定不在，你回吧。老爷在哪儿呢？老爷！哎，确定不在，走吧。哎呀，华老爷子，该吃饭了。来，我来喂你啊。宁王，我要告你！我要告你！宁王！我说臭老头啊，你倒是吃不吃啊？啊，不吃是吧？好啊，那就继续喝着喽。我帮你吃。都说这肘子就酒，越喝越有啊。师爷，您来了。他吃了没有啊？别提了，只要一拿开那布子，他就一串一串的骂人。这都2天没吃了。你呀，过来，去拿几个水杯，一个蛋蛋过来。华太师啊，你何必呢？待会儿可别流口水哦。哎，来喽！哎，来，放这，
闪！我给你这样压菜啊，这个酸萝卜炖鸭掌，那个酸萝卜酸的呀，那酸汁，再跟那鸭掌放在一块儿，放在嘴里一咬，哎呀，那万般滋味可就在舌尖里炸开了呀！流口水了！哎呀，我再给你介绍一道啊，你看，这叫雀舌羊尾烩大虾，也叫鲜满天地间。哎呀，地上跑的，天上飞的，海里游的，人世间最鲜美的3种食材放在一起，用小火炖上了1天1夜。哎呀，人吃了恐怕都要飞起来呀！哎，你看那个全湿了，你看。师爷，咱这么蒸能管用吗？管不管用，让他说句话试试。宁王，我要告你！我要告你！不，我要吃海鲜，我要吃海参，吃鲍鱼，我要吃瑶柱，我什么都想吃。行，都给你买，都给你买。哎呀，你就是吃的再贵呀，也是吃陪我们家王爷的银子。我要吃，我要吃，我要吃啊！师爷慢走啊！老爷。秋香，我们都找了1宿了，可连老爷的影子都没见。不会真的像书上说的和红拂女私奔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！这私奔也得有私奔的人啊！像我们老爷，他这么抠，他只能跟自己的影子私奔了。管家，怎么样了？秋香啊，我是9楼客栈该找的地方找了，就连青楼那些不该找的地方也找了，可人家都说没见过咱们老爷啊。哎，王老板，哎，把那个海参啊、鲍鱼啊，还有那个什么各种海鲜都包上，送到宁王府，等着坐那儿，快点啊！好嘞，走了啊！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熟啊？慢走啊！这不是平常老爷练字写的那些东西吗？哦，就说这吃不着，这练练也能过瘾。这么说，咱们老爷可能在宁王府，怪不得那天突然起火，火龙局要来救火，还不让进呢。好啊，他骗我们！哎，这怎么是我们说进就能进的呢？这样，我们先回去想想办法吧。走吧，管家。好。哎呀，师傅大人，留步吧，外面人多眼杂。不好意思啊，一点意思，没别的意思，意思。哎呀，师爷，老您啊，回禀宁王大人，这事儿我绝对不管。再说我也不敢管呀。来人，我可一律不见啊！好。哎，干嘛？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们要报官。我们家老爷不见了。我们家知府大人这几天身体有恙，不便逝世，这一切案子公事暂不受理。三位，还是请回吧。哎，这当官不为民做主就算了，怎么当官也不为官做主啊？对啊。哎，这位姑娘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老爷可是京城的大官。哦，官，你们家老爷是华太师吧？这志士回乡，人走茶凉。其实啊，这也不是多大一个事儿。一个老头儿他丢不了，在外面走着走着玩2天，自己啊也就回来了。三位，还是请回吧。你这人你怎么说话呢？你们要是再不走的话，我可真算你们是扰乱衙门清静。走不走？走不走？来，走。既然报官不成，那我们就只有一个办法，找他。谁呀？谁呀？唐伯虎。走。唐公子，事情就是这样，单凭我们几个人也进不去那宁王府。虽说我们家老爷平时做人抠抠缩缩的，不招人待见，可心眼还是好的。他要是真有什么3长2短，我们华府上上下下几10口人，可真就无依无靠了。秋香姐，你先别着急，这件事虽难办，
但既然是秋香姐的事情，我义不容辞。让我想想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就打进去。哎，那更不行了。王府重地，几个布衣硬闯进去，非要犯禁不可。如果要上门找人，必须要知会知府啊。你不是把话又给说回来了吗？哎，这知府大人还是不肯见我吗？有了，秋香啊，你赶紧买一块上等的楠木，还有一些点金粉。石榴，管家，你去买些鞭炮、铜锣。我们买这些做什么？去办吧。谢谢公子。苏州长知府，老爷，外面来了好多百姓啊，说是给您送匾来的。外面敲锣打鼓，放着鞭炮呢。什么？敲锣打鼓，放着鞭炮呢？给我送匾的，歌颂我。对，是。哎呦，我做过几十年呢，我做梦都想这一天呢，今天终于等到了。哎，把府里所有人都叫到现场去，把这个感天动地的时刻写成美文，最好传到京城去，传到皇上那儿去呀。是老爷。哎呦，感谢乡亲父老，感谢乡亲父老啊！感谢乡亲父老。哎，这不是唐公子吗？知府大人，原来是你领的头啊！哎呀，受之有愧，受之有愧呀！哎，知府大人，体恤百姓，造福苏州，我们特意给您做了这块匾，以表示对您的敬仰之情啊！知府大人，请揭幕。哎呀，谢谢乡亲们呐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呐！哎呀，好，这匾是什么意思啊？知府大人，上面写的很清楚啊，寻人必见啊。我记得前年西城王员外的儿子失踪了，是您亲自布置，全城搜寻，结果在一枯井里面找到。虽然人死了，案也没破，但是事情还是了结了嘛。还有去年东城油坊铺孙老板的80岁老母，被你们衙门的捕快勾结土匪，把他给绑票，结果是您出面要了赎金，结果把人给救了出来，这都是您替我们百姓做的好事啊！这不都是寻人必见吗？各位说是不是？是。苏州赵知府，好官如父母，我们送他匾，他为民做主。哎，这么看来，这个本官在寻人方面，还是为百姓做了点实事。是。这个匾本官收了。好。我挂在堂前，天天观瞻，以体现百姓的苦心啊，以激励本知府造福苏州的决心呐。知府大人，既然您已经收了这个匾呢，那就希望您替我们做个主啊。你说啊？前些日华府的华太师年老走失了，听说他是被宁王府给收留了，后来华府向他去要人，结果却被赶出来了。所以啊，想请知府大人替我们出个面，去宁王府把华太师给接回来，不知道这可有难处？苏州赵知府，好官如父母。这有什么难的？这肯定是误会，可能是宁王爷想留华太师叙旧啊。不过大伙说要去找，这不难。我马上差人去找。哎，还差什么人啊？我看华太师原也是京城的要员，知府大人还是您亲自去吧，好让我们替您扬名啊，是吧？这是不是啊？我们送他匾，他为民做主。知府请，知府大人请。谢谢知府大人，请吧，知府大人。请。苏州赵知府，他为民做主，我们送他匾，他为民做主。唐公子，哎，秋香姐，我们也去看看吧。好啊，走，唐公子。他为民做主，苏州赵知府，他为民做主，我们送他匾，他为民做主。知府大人呐，您这是带人抄我们宁王府啊！哎呦，师爷你可别吓唬我啊！我也没办法，唐伯虎起哄架着我来找华太师。你看，这苏州百姓都看着呢，这让我为难呢。师爷，要不您跟宁王爷先通报一声，
就说我们随意搜搜，走个过场。你要做个好官呐。行，你要上赶着做个好官呐，就别怪我不给你面子哦。全府，谁敢闹事？别动，别动，我在这说。说什么说呀？哎呦，我就不相信了。一个小小的知府，能为了老百姓得罪我们宁王府？你苏州赵知府，好汉荣复国，我来送他别，他为民做主。好汉荣复国。行了，你这喊什么？你说我小小的知府，我官再小也是考功名考上的，也是百姓们的父母官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听着。你宁王府再大，也是我苏州地面上的吧？本知府说要搜，谁也拦不了，给我搜！谁敢？宁王到！好啊，好一个无人能挡！你看看这个金牌，可不是样品货，货真价实。先皇御赐金牌在此，还不跪下！滚！知府，你一定会认得金牌上面的字吗？认得。你念念。凡获此金牌者，府邸门前文官下轿，武官下马，非经圣旨不可擅入。违者轻者免官，重者斩首。哎呦，王爷呀，下官有眼无珠，愚昧混。哎呦，王爷您恕罪，我们不能打扰您的清静，还不赶快走？恕罪。怎么就走啊？走了，回去吧。就是那个牌子是什么呀？走吧。哎呀，喂，怎么办啊？你不是说有办法的吗？秋香姐别急，这个方法不行，肯定还有别的方法，但是我需要点时间再想想。哪还有那么多时间啊？我们家老爷在那个宁王府，比死还难受啊！哎，秋香姐，秋香姐，哎呦，瓜老头，胖了，白了啊！好吃好喝的都快变成我的宠物了。这干嘛呢？去！你想出去吗？我想出去。王爷，我想出去，你肯放我吗？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只要你把这个东西给签了，你就可以出去。念给他听。哎，今有华太师烧毁宁王府房屋3间，华太师承认自己是失手而为，愿赔偿宁王所有损失，并不再追究宁王羁押之举。待本文书画押银两交付之后，宁王放华太师回府，从此两清各不相纠。具体损失清单和赔偿总数，详见下表。华太师啊，这是咱们王爷为您立的条件，您要答应呢，就放你走；您要是不答应啊，您这辈子就在我们王府啊，当宠物喽。1万两啊！我说你们两个这是明抢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们那些破画假古董，最多值100两银子。要想放我，那就无条件的放，要不然我就坐在这儿，士可杀不可辱，人可关在这儿，银子不可掏。挺嘴硬的嘛，还跟我耍性子啊！继续关，关到你明白为止。想吃海鲜吗？美了你呀！美的你呀！现在开始，只能吃萝卜。我要把你像兔子那样喂。快拿2个萝卜喂它，直到它长2颗兔牙为止。你俩给我回来！回来！哎，
那螃蟹是我的，是我。秋香，吃点吧。石榴姐，秋香吃了吗？哎呀，他还是没有吃。别看他平时总和老爷顶嘴，但是私下经常跟我说老爷心眼好，不把我们当下人。多善良、多美丽的姑娘，我得为她做点什么。汤公子，你说我呀，你想对我做什么，尽管做吧。对了，石榴姐，我想问一下，宁王府上的人最近还有去菜市场买海鲜吗？没有去买海鲜，有去买萝卜，还有买那些又脏又烂的。哎呀，你说他们是不是很奇怪呢？哎，唐公子，你说我是不是又美丽又善良呢？走快点！这边，快点啦！来，进来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放这儿。哦。哎呀，哎。把钱给你。哎，谢谢厨子哥，谢谢。总共20几个大子，数什么呀？走吧，走吧。我读书少，哎去，就是吧，我数数啊，超过10个就老数错，所以呢，我多数几遍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没少给你。哎，哎，你怎么乱扔呢你？完了！哎呀，完了！完了！哎呀，怎么有人在这里啊？啊！哎，谁让你乱动的呀？啊，他谁啊？这个是我们宁王的一个朋友，疯了嘛，犯疯人病，所以说呢就把他捆起来了，疯了，寻短见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疯人病啊就得吃点胡萝卜。胡萝卜呀是个好东西，能做菜还能治病啊。胡萝卜呢清火又通气，吃了之后就不犯了，是吗？来，你看。哎呀！厨子哥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厨子哥，别！发疯病的人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真的会发疯的，他会伤害到你的。我有一个二表舅，他就是这样犯病的，一直都是我把他照顾好的。哎，我有经验，我来照顾他啊，好不好？你行吗？行，太行了。好，你喂他，我休息会儿，你喂完再叫我啊。哎呀，去吧，老疯子。哎呀，唐公子，我就知道会有人来救我，你想想办法，赶快把我救出去呀！救出去？王府这里守卫森严，我们2个怎么出去啊？我们再想想办法吧啊，想想。那我只交给他银子才能出去啊！啊？哎，我去哪儿弄那1万两银子呀？1万两？是啊，那宁王就他屋里那破东西，他要我1万两银子，还得签字画押，我去哪儿弄啊？唐公子，帮我想个办法。1万两，1万两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太师，别担心，我有办法。到时候就会给他想。好，不用担心，不会有事啊。太好了啊！你继续坐着啊，别动，别乱动啊。好。
哎，没关系，乖了啊，很好吃的。哎，对，哇！厨子哥，你回来了。哦，你真行啊！你好厉害呀你！哎，你看他吃这个萝卜吃的有多开心呢？吃了好几根了。你真行啊！哎，我来试试，我来试试。来。别怕啊！他就是这个样子，没事。来，乖。那这样的话，以后就你来喂它吧，我就不用去买了啊！真的？哎呀，当然了，谢谢厨子哥，谢谢。好了，谢谢，走吧。哎，谢谢，走，谢谢厨子哥，走了。哎，来，走了，谢谢厨子哥，走吧，谢谢。16。16，唐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秋香，你说唐公子帅不帅？帅！托公子的福，我们家老爷的事啊，可算是有眉目了。可是秋香拜托你的事，你不会反悔吧？什么事儿？就是华莱士的事啊。对啊！哎呀，要让华莱士知道我们的心意，不然秋仙怎么当王妃呢？秋仙当不上王妃，那我和唐公子可就没有戏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哎呀，现在你在发愁，让华莱士怎么知道你的心意嘛？是不是？没关系，直接告诉他呗。我怎么能直接开口呢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我喜欢唐伯虎，我就直接说呀。而且西方人比我们开放，没关系的。那怎么能一样呢？你说这华莱士是王子，我将来就是王妃，再往上走一点，我就是皇后，这可是要母仪天下的，我还是得矜持一点。对啊，还是按照我们大明人的方式来表达你的心意好了。等我去拿啊。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。各位，在这儿呢。现在要向你们郑重地推荐这件宝物，它叫眼镜。它的功效无比的神奇，它可以让看不清东西的人一瞬间看清一切。付钱呐，付钱！快，付钱！你们也可以看看这个，不要着急。要说这女孩子传情达意的东西呢，还是老祖宗的方法最有效。这鸳鸯戏水，多美多含蓄啊！铁石心肠的郎君也会被感动的。不要说这个西域王妃娘娘了，就是天上的王母娘娘都可以做。好了，大功告成。怎么样？我绣的怎么样？破费特啊！破费？这没什么破费的，不就一块破手帕吗？哎呀，这是我刚学的西洋文，完美的意思，破费特。完美就是破费特。好。哎，我走啦。我让你带的话，你都记下了吗？哎呀，都可以倒着背了。我到时候把华莱士拉到一边，然后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哎呀，你家房檐上有喜鹊，你要交好运，交桃花运。”好了，去吧。怎么回事？给我银子，我就告诉你。这真是上帝的魔法。不是上帝的魔法，而是中国人太有钱了，我们发财了，简直就是扫货。拉纳多哥哥，你在线上说的太对了，中国是世界上最美最富饶的地方。拉纳多哥哥，快把这些菜放下吧，我们一定要请你吃这里最好的饭。用中国话怎么说来着？华莱士。等我。来，我跟你说，你要交桃花运了。桃花运是什么意思？桃花运就是桃花运嘛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鸳鸯秋香给你的。秋香给我的？对呀，后天护城河河边不见不散啊！一定要来啊！我听不明白你说的。
中国人的沟通方法真奇怪，先画娘。难道他要出去打猎？哎，哥们儿，就像要请我去打猎，你知道这个意思吗？他开始喜欢我了，这真是太棒了！耶！花宝宝，我可想死你了！算了吧，想人家不堂堂正正前门进来？不是，人家外国人说这个都比较喜欢在窗户底下晒月亮、示爱，这样比较罗什么曼克。罗曼克？哎，那是谁呀？不熟。哼，你们这些男人啊！没钱就想弄点花样来蒙感情。我困了，你回去吧。哎，别，等等，有惊喜。算了吧，千好万好不如钱好。这世界还有什么东西能好得过钱呢？祝公子，亲爱的，这不就是传说中达姑娘穿的裙子吗？对，我就是从她身上扒下来的。不，从她店里买过来的。我啊，就想把这裙子送给你，表达一下我的心意啊。哎，花宝宝，回头你穿上它给我看看呗。啊，早点来啊。瞧瞧，这年头万花楼的姐们儿都唱上竹枝词了，一点都不雅，太直了，简直是世风日下，亵渎高雅。哼，是，就算是穿上戏服，骨子里该是什么他还是什么。再怎么说，他们也是姚姐儿啊。二位，你们说这话有点不中听啊！谁说这万花楼里边没有用情至深的女子，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？看来这位兄台和这里的姑娘情谊颇深呐。岂止一个深字了得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李花回穿的那件衣服就是我送的，全苏州城就仅此一件，也就只有这件衣服才能配得上她。她穿上这件衣服，那就是稀世重生，嫦娥在世。而我，就是范蠡。就是吴刚，就你，你也能送人家李花魁衣裳？那还跟咱一样坐不进雅间，花1两银子站着看？坐雅间怎么了？坐雅间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今儿晚上李花魁穿的那件精美绝伦、富有异域风情的衣裳翩翩起舞的时候，她一定对我暗送秋波，眉目传情。哎呀，要说跟咱一样买站票的，到底说话不腰疼啊？不信是吧？不信？不信你就等着。等着就等着。哎，来。看见没有？这件衣服就是我送的。在这儿呢，花宝宝。我在这儿呢，花宝宝。笑。哎，我在这儿呢，花宝宝。啊，宝宝。喝酒，姐，这位兄台，看来你只猜中了开头，没猜中结局啊！姐们爱抄了，走吧，今晚不属于你，回家洗洗睡吧。咱们接着看。
宝儿，山哥，不怪你，我只怪我自己。下次我一定买来更好的礼物送给你，向他们证明，银子是换不来爱情的。宝宝。王爷，在这呢。哎呦，王爷，您看啊，昨天吃的还好好的，今天怎么就……哎呀，我说太师啊，萝卜你吃够了吗？吃够了，再吃就成兔子了。我要吃肉。好吧，只要你把那个东西给签了，随时就可以吃肉了。签，我想好了，哎，不就是1万两银子吗？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赔给你，啊，很好过你把我当兔子养。给我伺候。哎，慢着，解了吧？解开它。这破玩意儿，慢着。王爷，要签的话，不能咱俩签，得找个中间人。中间人找哪一个呀？唐伯虎，除了唐伯虎啊，我谁都不信。这也行，去把唐伯虎给我叫过来。是王爷。王爷不用请了，唐某已经到了。哎呀，唐伯虎，你真是不请自来呀！哎呀，王爷，其实我早就知道太师留宿在您府上，所以我每天在王府外恭候着，就是希望找个机会好好劝劝太师，跟您赔个不是。赔不是，我不稀罕，最重要的是要赔钱。太师说了，要赔我1万两，作为我火灾的损失费。你作为中间人，我们双方押印，太师就可以跟你走。王爷宅心仁厚，唐某荣幸之至。来呀，师爷，哎，你说内容，唐伯虎来转词。好嘞。师爷省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其实我在家里早就已经写好了。来，你们先看一下啊。娘娘，看看。唐伯虎不愧是解元出身的，这都写成绝句了。说。福祸凶吉时难量，太师宁府烧书房，本要对簿在公堂，又恐谣言翻高墙。赔银1万冤不冤？一世宁王帮大忙。如不赔偿枉为人，从此红妆做女郎。啊，太师啊，不赔钱就不是男人。唐伯虎啊，有点不对呀。这个万怎么写成这个万？哪儿不对啊，师爷？不是，字只有一种，但是写法有千千万万那么多种。《泰山金刚经》里面的万字就是这么写的，你敢说不对吗？不是，按照以前，还画不画呀？不画呀？哎呀，不，我就不走了，在这养老了。好了，王爷啊，这个万呐，行了，什么这个万那个万呢？不都是万吗？别管3七21，签了不就行了吗？哎，字据，画押，1人1份。好，3日之内还钱。如果不还钱的话，我就把它拿着，启奏圣上。好，快点。王爷，行吧？唐公子啊，赶快带我走啊！我要吃肉啊！到此了，不送了。多谢多谢。看到了吗？
文征明，你大白天拉窗帘干什么？还点蜡烛，你烧钱呢？你是不是趁我不在的时候想约会别人？哎呀，说什么呢？我有这心也没这胆啊！我心也没有。哎呀，夫人，在这儿啊，只有你和我2个人。你和我，用整这些花花架子？哎，文征明，你要再不老实交代，我可不客气了啊！哎呀，夫人，你真的冤枉我了。来，坐下。我这煞费苦心布置这些呢，是因为我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送你一样特别的礼物。特别的日子啊？有礼物赶紧拿出来，快点啊！这个日子你都给忘了呀？来，拿呀！哦。看，抱，听。好好听啊！这里面是住着神仙吗？哪有什么神仙呢？哎呀，夫人呀，夫人啊，我就在想吧，你为这个家操劳了这么多年，我一定要送一个很特别、别人都没有的礼物给你，是不是？我一看到这个宝贝，我就在想，文征明啊，文征明，你必须把这个宝贝拿下，送给你的夫人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喜欢。哎，怕是除了我以外，其他人看到这个宝贝都喜欢。哎呀，相公，这次你真成了我的救星了。夫人呐，夫妻之间怎么能说救星呢？如果下次你别凶我，你就是我的救星。你想到什么了？怎么改装它呀？改装？为什么要改装啊？给我们家挣钱呀！哎呀，好了。夫人呐，今天是我们10周年结婚纪念日啊！这到底钱是你男人，还是我是你男人呢？这个夕阳匣子好不好听啊？好听！这么好听的天籁之音，在下刚刚听的是神游9天呢。你干嘛给关了吗？这么好听的声音，能让你们白听吗？那怎么办？哎，好了，很简单，只要买我这一幅画，就能听一曲，买不买？买！宁可一日无肉，不可一日无丝竹啊！这话我要3幅，我要听3曲，我要3幅。哎呀，请你快点，别耽误时间。哎，快点！听说再晚点，连个站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是啊，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一定。哎，这位仁兄，哎，赶快啊！你们这么着急是去看什么戏？哎呦，你就别问了，赶紧跟着我们走吧，开洋荤，见世面啊！开洋荤？啊！哎呀，往前！哎，好。我的。别插嘴啊！哎呦，好了，真没有了，没画了。哎呀，怎么能？没画，没有了。我等了半天了。相公，你来的正好，那么多人买你的画。大老远的。夫人，我的画不至于这么不值钱吧？你这还非得搭着卖？哎呀，我们家这个宝贝可帮了大忙了。你看看。夫人，夕阳匣子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
今天是我们当年大婚的大喜日子。哎呀，知道，大喜的日子嘛，这赚钱了，天天不都是好日子吗？既然你都来了，咱们就现画现卖。来，哎呀，我不，哎，不画，哎，这个我的，我要了，这没好呢。哎，没事，这怎么这就拿走了？这哪是卖画呀？这是出卖灵魂，这是亵渎艺术，这事我不干了，我不画。等，你没有了，就不画了，不画了。我再问一句，你不画了？不画了。我就不信了，这没了杀猪的还吃不了猪肉了，是不是？从现在开始，现在不卖画了，我们3，不是5两1曲，来，给钱！慢点啊！给钱！没你的事，去，找给你的啊，找好啊！就是，哎，就多少钱1曲啊？5两1曲。别磨蹭了。命苦啊，非得跟老婆玩什么浪漫，浪漫没来，反倒浪催了。去那边听曲。哎，客官，喝点茶吧。茶怎么卖的？3文1碗。3文？哎，那来半碗。哎，好的，您稍等啊。大点碗啊！碗都一样大的，客官。这大白天腰包挂外边，这也还行。动手。走。哦，哇！哎呀！哎，兄弟，看什么呢？哎，龙啊！龙？哪有龙？那儿的。哎，太阳那边有没有？睁大眼睛看啊！哇，好大的龙！你看，就在那儿呢，看到没？有。追走！这显灵了是吗？哎，客官，您的茶好了，一共1文半。我银子呢？应该是那帮人偷走。哎，这大白天的，明抢是吧？哎，您的茶，我站住！等等我！你们等等我！站住！等等我！站住！玩暗器是吧？跟我玩暗器！哇！宝物，高手，怕了吧？小弟眼拙，得罪了，放下！快走！咦，符合我的身份。看来我得多置办点洋货去。哎呀，嘿，哎，秋香，秋香，你怎么魂不守舍的呀？哎，你说我见华莱士是我先开口还是他先开口呢？哎呀，谁爱开口谁就先开口呗。那你说是我先到还是他先到呢？哪有女孩子先到的道理呢？当然是他先到了，看他是不是诚心赴约嘛。你这么说也有道理。哎，可是，你说我穿成这样，满大街的女孩也跟我穿成一样，那岂不是一下子就被淹没在人海里面了？我这样岂不是吸引不了华莱士的目光了吗？秋香，就你这气质，这么漂亮，岂是普通女子可以比的？说的也是啊。你呢，就是太紧张了。我陪你一起去，到时候让你的华莱士拜倒在你的裙下。哎呀，可我还是觉得这身衣服少点什么。没关系，我16见过世面，到时候给你打扮一下，让你中西合璧。
保证那个华莱士看着你目不转睛啊！哎呀，好啊！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？秘密武器。哎，石榴，我这样漂亮吗？我怎么突然觉得你给我画的这2个痦子特别像鲶鱼呀？哎呀，我问过王掌柜了，他说啊，西洋人啊把这个叫做性感。真的啊？我性感吗？这样呢？怎么了？鸡毛掸子嘞！啊，鸡毛好用的喽！你这上面的毛呢，是从西洋过来的，很漂亮的。亲，昨天你买的鸡毛掸子好不好用啊？谁买你的鸡毛了？我不认识你，你认错人了。难道还有味儿呢？哪有啊，秋香啊，最重要的是华莱士喜欢，对不对？说的也是啊，最重要的就是结果。华莱士还等着，我们走吧。啊，走。石榴，你说是这儿吗？是这儿啊。我怎么觉得这儿一个人都没有啊？不像是谈恋爱的地方，倒像是杀人越货的地方。哎呀，那要看你怎么想了。你看，这杀人越货和谈恋爱都是要在僻静的地方，你和华莱士最适合了。秋香姑娘，华公子，华公子。华公子。I'm a dream baby。华公子。秋香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啊。我们继续吧。好，走。哎呀，秋香，也有女孩子等男孩子的，我们等一会儿，就在这等着。说的也对，那我们先等一等他吧。什么东西啊？嗯？等我打只鸟给秋香。成功了！秋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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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 ，My God， 我以为你是个猎物，我以为你约我出来是打猎的，对不起，别生气啊！哎呀，你不喜欢我们秋香也就算了，干嘛还这样伤害她？对不起，没有，我想回家。回家，我们回家啊，走。神功啊！这没怎么用功力，几丈里以外的敌人都能打得焦头烂额。我得好好练练。走。师爷呀，哎，不是说好了吗？3天就可以把钱送过来。但是等了这么多天了，还没见华府送钱来。王爷，息怒啊！咱们不是签过字据的吗？白纸黑字，都画了押。要到华太师也不敢造次，要不再等等，去。等，我等的花都谢了。我在这儿。马上给我备马，叫大家带好家伙，杀到华府去。如果他们不给钱的话，拆他全家。哎，老爷，王爷千岁啊，你可来晚了啊！我等你半天了，你可来晚了。怎么不想要银子了？不要再耍花样了，啊！
看到我的人马了吗？今天拿不到钱的话，拆你全家！对，拆！哎呦，你可别吓唬人呢，王爷。你说吧，我差你的银子哪有不还的道理呢？啊，来，不要着急，先喝杯茶啊。不用了啊，本王什么好茶没喝过，喝你这破茶。银子拿来。啊，好，来，把银子拿上来。哎，王爷，王爷，哎，王爷，请笑纳。真沉呐。田福在，田福。王爷，这就是你要还我的银子吗？是啊。哟，王爷，这可是真金白银呐！我说是1万两，你怎么还我1两？1万两？啊，不，就1两啊！我有凭证的，白纸黑字啊！还想抵赖吗？凭据。瞧瞧，好好看看。我看看，哈哈哈哈。哎呦，眼花了！来，放大镜啊，放大镜啊！哎呦，眼花了，眼花，仔细看看啊！看清楚，我看看，差我多少钱？哦，哎呀，我看清楚了，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还想跟我抵赖？